由于地理位置极佳，早在日据时代，台中丰原就已经开发了许多高级休闲场所。宽敞便利的大马路是都市与乡野最好的连接，这也让观光果园这个新兴的行业首度进驻在这后山后水的台湾步道。早期因为台湾农业已经慢慢走下坡，所以那时候我们知道日本有个观光农园的产生，所以我们也尝试在做不过台湾应该没有，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曾经做问卷调查去很多国小问那些小朋友你吃过橘子没有就有很多小朋友都说吃过，然后问他们你看过橘子树没有他们很多人没有看过所以那个时候给我们很大的信心，所以我们后来就在果园里面种100多种水果。我们最高的目的是希望说这个农场里面有一个教育功能并不是让他们采果而已，希望能够来这边能够了解农村一些生活生产过程，还有一些生态环境。耗时又耗力的农耕产业，在从前都是刻苦耐劳的哈赶引从事。因为勤快的个性呢，哈赶引种出的农产品更是又多又好。农村子弟长大的陆大哥他就说，他珍惜这片将自己孕育长大的土地，他知道这片果园拥有了数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产，这绝不只是钱财可以衡量的哦。其实讲起来是我爸爸一个父亲的心愿他因为他从小没有读过什么书，不过他很喜欢办教育有一个日本帝国大学的长岛守根教授，他就跟我父亲建议说，他日本已经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在家里面狭隘的空间，膝盖斜下一个狭隘的空间，四面都是墙壁可以等于说他们长大以后发现到说他们的人格发展受到限制，然后就说人际关系看得很现实，投资事业看得很尽力，所以我们现在这边的话所以我们才会把幼稚园开在山区里面。其实大山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教室，比如说孩子读了一些比较基本的东西，比如说语文、听说读写我们今天把孩子带到杨桃树下大家讲杨桃的故事，这就是语文嘛。我们这边数杨桃就是数学因为孩子学习是要透过眼睛去看，鼻子去闻，嘴巴去看，耳朵去听，手去触摸，那种感觉一辈子忘不了。所以我们观光果园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教室所以我们在那边看杨桃树叶的时候叶子不一定是绿色的，它春夏秋冬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做很多游戏，比如把叶子砍下来，有大有小，可以比大比小比厚比薄水果一年四季都有，可以从开花到结果一年四季变化非常的大，所以从大上面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老板相信我们可以给孩子一颗死了的果实让他吃饱，但是我们更应该给孩子们一棵活着的果树，因为这样他们就能自己建构出自己的一片森林，他们拥有的就会是无限的果实。这是陆大哥所秉持的信念，他也会这么样的继续走下去。你等小姐啦我以上啦讲不是10多家门人啦就10多是当姊妹啦当姊妹讲伊咧讲细细粒大就看到太念来摘安尼当欢喜，手电摘个同耶路买无共快，因时间摘个内粒种子因就摘内粒起妹嘛无共快就是同学会吃的带两人料两吃的带健康就吃的烤肉就吃的摘水果也就好带也就好去拍中下肉随便来就就好烤肉，不是带东西让用准备也就好摘柑抹个水果的肉有时节另外柑时节所以摘柑真好料真好地方大家没去想来捞看的在台湾呢，观光果园发展至今已经有20几年的历史了。老板有自信地说，我们已经做得比日本甚至全亚洲更好。请带孩子来到果园，在这里生命是无限可能的。